作为报酬。各位请写$50,000，在当时19世纪是尼古拉特斯拉他要工作53年才能拿到的薪水，所以$50,000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那尼古拉特斯拉因为有这个高报酬他就很发心的赶快去做研究，去做改善。那很快不到1年，他就已经发明出了24种的发明。当他要跟爱迪生拿这个$50,000的时候呢，爱迪生跟他讲说：“这叫美式幽默。”各位请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说要卖掉了，对不对？美式幽默就说我是随便讲讲的，你不要当真。那尼古拉特斯拉这个时候呢，才看清楚了爱迪生他的为人所以呢，他就离开了爱迪生，自立门户。那自立门户以后呢，真正的电流大战就开始了。那自立门户之后呢，尼古拉特斯拉他就发明了很多的东西。那当然他就改善了直流电很多的缺点，那就对爱迪生就感觉到他有威胁了，所以他就开始造谣，说交流电怎么样，然后不止造谣他还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当着大众的面前电死一头大象，这是造谣。那尼古拉特斯拉他觉得说这样的谣言他必须打破，所以呢，他就用他自己作为实验。当然我们不可以学啦因为这是他的发明，他懂怎么样安全，我们不可以学特斯拉这样子。他就一手拿着电线，一手拿着灯泡，然后当电一打开呢，电流就穿过他的身体，点亮他手上的灯泡的时候，同时9万盏灯同时亮起来。他要证明他的交流电是安全的。所以在这个电流大战呢，其实是尼古拉他胜利，爱迪生其实他就失败了。那当他正在巅峰的时候呢，他的实验室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火灾。那他很多的很珍贵的实验的资料很珍贵的实验设备通通付之一炬，通通被烧没有了。不过没有打击他的信心，因为金子只要走到哪里，它都是金子。他没有了那一些，他依然可以继续做研究。所以大火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用的遥控器也是当时他发明出来的，还有 X 射线等等很多，就是他实验室大火以后所发明出来的。那么他原本可以靠着他的这一些发明成为世界首富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把他的专利销毁，免费给大众使用。所以到他1943年过世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很贫穷的，因为他不靠他的专利赚钱，他其实在孤独贫困中去过世。但是呢，100年，你看100年前的特斯拉，他却像魔法般的一样点亮了整个地球，连接了整个地球。所以他的贡献在当时19世纪，因为资本家的关系，并没有把它很重视，直到2003年，现代的我们才发现它是那么的伟大。所以在2003年呢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决定将特斯拉个人的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。所以我们从小从来没有读过这号人物，是吗？我们只知道爱迪生，对吧？是。所以知识其实是有限的，而且知识呢，它会有障碍。我们佛教讲说有见知障，我们看六祖慧能，所知障。六祖慧能他不认识字，可是他就没有这样的障碍，他就没有知识的障碍。因为六祖慧能他的根基就是他不用经过学习，他就自然而然就会了。当然我们现代人不能说六祖慧能不认识字，我就不去读书，我就不去学习，我就不要知识。
样的一个过程。我们没有那样的根基啦，我们必须先学习，然后再把它破掉。之所以会迷，是因为越